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20日晚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最近带病入境的病例有真侪人，拢是做过2档疫苗了后，刷过试点到Delta变成病毒。伫咧台中太平卫生所竟然甲民众的疫苗注唔对啊！本地是要甲民众注莫德纳，落尾共注做是 AZ 疫苗。交通部目前正咧规划，甲双体的座位变做是8成，而且让位坐就让食物件。不过，这个方案目前是还未公告。新闻一开始，咱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有6个本土病例，3个带病入境，也有1个死亡个案。另外，指挥中心表示，最近带病入境的病例有真侪部分拢是染到Delta变种病毒的，甚至有人是做过2档疫苗，也是来染病。另外，这个民众入境了后，拢爱去带集中检疫所，竟然有家属甲毒品藏伫咧寄过去的用品内面。指挥官陈时中也强调讲，目前这个案件也拢交予检调来侦办咯。国内新冠本土疫情8月20新增加6例本土病例，个案分布以新北市3例上多，搁再来是台北市2例，加彰化县1例，并且新增加1例死亡的个案。本土的病例有6例，那重新在居隔里面的阳性是2例。那居住的县市新北市3例，台北市2例，彰化县1例。另外，指挥中心也公布，最近1礼拜境外移入确诊者基因定数结果，总共有12例，拢是为着印度Delta变异株，分别来自美国、马来西亚、南非、印尼甲中国。其中有3例是完整注射2剂莫德纳疫苗，有缘去为着突破性感染的个案。这3位刚好都是有接种过2剂的莫德纳疫苗之后，经过超过14天之后，然后有这个无症状或发病确诊的。Delta 病毒侵袭全球，指挥中心要求8个入境的人必须要住伫集中检疫所。不过，佫是传出南口甲阳明山的检疫所，有检疫者家属送来物件内底含有毒品。指挥官陈时中讲，专案已经交由检调来侦办，也呼吁民众千万唔通安尼做。送进去的东西，我们都一定会查哈，在检疫所里面一定会查，好，所以不要有侥幸的心理，尤其是毒品，那就牵涉到这个刑法去了。另外，国产疫苗高端要在1礼拜1、2、3开始数，开放20岁以上民众有约注射，到8月20中到截止，总计已经有59万9千多人完成有约，将符合资格人数6成6。这阵总计国内新冠疫苗注射超过1000万人次，疫苗注射率是39.49%，这次人口比例每100人有42.67剂。记者综合报道。有民众伫咧台中太平的卫生所注疫苗，本地是要甲民众注莫德纳，注了后，医护人员才甲民众讲，你注的是 AZ 疫苗。台中市政府表示，这是人员的过失，除了甲民众会失的以外，也会追究相关的责任。即要开学啊！台中市的老师也陆续完成疫苗的注射。不过，网友伫社群网站指出，19带着家己的老母去台中的太平卫生所去注疫苗。伫咧注射进前，3摆拢甲伊讲注的是莫德纳疫苗，要过迄天注的却变做是 AZ 疫苗。按那讲，真正小可错错了。有，特别是父母亲，当然是不太能接受了。那但是最好先理清楚，确认这个人民的需求是什么。我想这是非常重要一环。为少民众讲有喊过哦，也烦恼讲疫苗引起副作用。实际来比较无共抢牌的2罐的疫苗，初步看起来差异无大，拢是5ml 的管仔，不过外观有清楚的标签的说明。台中市卫生所讲，迄天是进行高中级以下的教职员的注射。太平卫生所开设注射专诊，迄天原本要提供莫德纳疫苗，不过卫生所人员提唔到，提出 AZ。但卫生所人员误取为 AZ 疫苗，为3位教师进行第1剂的接种。对于失职人员将依规议处，并全力提供当事人必要的协助。那台中市卫生局也有采取了相关的一些做法。但市长表示要交予地方深心来处理。另外，台中市府讲，这3位民众虽然不是坚持讲爱注莫德纳，也要确实来造成疏失。除了下失的，也继续来追踪身体情形。另外，后续责任的追究，除了检讨这流程，也要落实疫苗分区的管理。失职的人员也依照规定来移处，避免相反的情形再发生。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中秋连假后个月就特别到咯，有风声讲交通部按算要甲高铁以及着火车的载客量变做是8成，而且旅客只要是当位坐就当食物件。不过指挥中心表示，目前是还未收到公文。那针对着观光列车顶头会当食物件的规定，是比照餐厅会当伫顶头用餐的。不过中秋连假这个高铁车票是对饭店开始卖票，所以因为人伤过济，网络拢塌掉的。高铁20饭店开始开放中秋节连续假期订票，先到12点一到，网页版加手机版竟然出现问题，不少民众怨叹根本抢无票。我们就放弃了。现在减班嘛，然后减班以后，其实班次就少，只能挑提早回去，然后平日就回去这样。代替订票过程顺利，暗过也是正歹买，到下晡4点为止，已经卖超过19点4万外张，其中东部干线、台北往返台东、长途自强号已经全部卖完，西部干线、台北往返高雄、长途自强号也全部卖了。高铁订票系统因为人伤过济，煞袂顶袂动，3分钟了后才恢复正常。开放订票4分钟，都卖出6点3万张；开放15分钟，已经卖出超过15点2万张。加在起11点，已经卖出差不多20万点9万张票。中秋节连续假期车票是以总量管制为主，那贩售的上限是每列车总座位数的70%。因为相体票歹买，民怨真济，传出交通部内部计划将载客量上限7成提悬到8成。另外，目前车内暂时无开放食物件，也咧评估是毋是应伫每回做进行之下放令。交通部表示，内部咧讨论规划当中，按个防疫规定是毋是放令，按由指挥中心决定。我到这边我都还没有看到相关的公文。那另外观光列车，如果是专属的舱车里面要用，那就跟餐厅内用的规定基本上是一样的。代替观光列车，相关单位建议伫强化检疫甲社交距离之下开放食物件。列车吧台为一道敢若用一个人，火车顶悬旅客专程挂喙罨，列车服务人员拢做过疫苗，专程挂喙罨，面搭甲手拢服务，争取旅游列车开放车厢内底食物件。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防疫，海边啊收水、畅水拢无开放。虽然这休热时间剩最后1礼拜，不过也有风声讲政府要来放令措施。业者虽然是真期待，不过因也呼吁政府就要赶紧规划。若无讲因是巴肚已经下起来，那阵继续恐惊的枵死。礼拜5的垦丁海沙坡，不管是南湾还是船澎礁，游客拢无偌济。全国防疫警戒虽然降到2级，不过伫海水游泳还是畅水味，到即马拢还未开放。互水上游乐业者，等于是今年旺季拢无赚到钱。休热剩1礼拜，业者呼吁政府紧放令。每一个玩水上活动的人，他一定会游泳。会游泳，他就是想要玩浮潜，所以我希望说能够正式开放，让我们生意好一点。几乎3个月是没有收入的，然后在这边的教练要缴房租。就是还欠房东房租缴不出来，其他地方有房贷，生活压力其实挺大的。那垦丁小琉球的业者嘛是同款，畅水味的用具蹲伫户外风吹日晒，一个教练都要借钱生活缴办互贷款。传出中央要开放游泳甲畅水味，那业者欢喜，民众嘛真期待。都浮潜啊，可是现在都什么都不能玩了。当然是希望开放，但是考虑到疫情的因素。政府有政府的考量，是中央的一个政策指引啊，跟全国同步来实施。是毋是要改进？民众看法无同。垦管处也表示会配合中央的规范。不过，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第20记者会中，互人问起这件代志，敢若回应讲海峡的部分后礼拜才会讨论。记者综合报道。政府要实行5倍券，高雄市政府另外宣布讲，要可再加1000块的高雄券，而且高雄券的纸本拢是50块的，会互小店家会当受到抵用。另外，各部会也当咧研究相关的优待券，希望会当甲观光产业来斗相共。不过，也有风声讲，交通部观光局的经费已经无够用，安心旅游补助无法度人人有。交通部表示讲，会尽量推出方案，互效果加倍。行政规划要发振兴5倍券，高雄市先宣布要加发1000块高雄券。市长陈其迈表示，上架物件一定伫50块，互消费者甲店头更较方便使用。餐饮、零售，还有旅游观光，在他们的一个消费上会使用比较方便。很多人都抽不到500块，他就不买了，所以50块对我们来讲，对我们摊商来讲会很有帮助。这个面额不大不小，你若安尼买吼，较方便。
市长大欢加赞成，不过有人希望有关压度或者是直接发现金。因为现金就是最方便使用，然后你省了很多的那种换呐什么的，大家的工序。去年的动作馆、龙休馆、金兴扫白馆或者是艺凤馆，相加名额为58到100，高雄市的高雄馆50块是目前上市名额。另外，行政长苏贞昌也指示，希望中华艺凤馆、甲动作馆等带动三大，按国民众认为要发都应该普发。像我就没有被抽到，对，所以我没有很期待。在做整理跟规划啊，如果各部会都已经提出具体的这一个做法之后，会再统一的对外一并说。立业面带是呼吁中央增加各类经营权，不过受创上深的观光产业所传出观光局经费欠缺，安心旅游补助不法度人人拢有。交通部表示，方案也在研究当中，会想办法推出加成效果的方案。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讲到台南铁基路要咧做地下化工程，铁道局含上100名的警察，今早去到黄甲，准备要拆除。不过伫咧现场也发生冲突。黄春香批评铁道局是无讲道理，不过铁道局也讲，这个工程已经拖几多年啊，今仔日会甲厝拆掉是不得已的。天遮大港强势警力已经将黄甲围掉咧，要协助铁道局中部工程处进驻黄甲，加固拆掉。南铁最后一号半拆予黄春香的厝，去年经过2摆强拆无成功，29号铁道局以公权力强制执行，不过好大批相关者挡掉咧。相关团体大声抗议，倒伫内底抵抗，不过也是挡袂过优势警力，就算被带入现场，也阁走转去现场，甲警方对立抗议，甚至爬过围栏要入去，甲警方爆发冲突。过程中有警察失手将盾牌落下去。警方表示会以强制罪上班，不过学生希望用盾牌来换伫黄界私人物品。处处黄春香接管过程中，互警方请出去，搁一摆控诉铁道局无讲道理。铁道局中工处也伫20早起8点35分赶走相关者了后，完成接管。恁兜介五要用拆？我不知影讲介五要强拆呢，完全都不知道呢。所以事先拢无通知。拢无，拢完全无。伊若毋讲道理，我是会当看啥啦？行政院讲计交阮好啊讲，伊嘛硬买就是硬买。原计划预定是105年要通车，那目前已经延至到113年通车。那这一部分也影响到整个台南市的一个都市发展。今日的一个执行是在不得已的一个考量这个整个工程的进行。全长8.23公里的台南铁路地下化工程，目前工程进度差不多53.64%，原定2016年通车，因为2011年泛滥铁东西自救会成立了后，将近10年时间，大细抗议真多，最后只剩自救会长陈志晓甲黄春香的厝，就伫铁道局去年7月、10月2摆强拆，单价已经拆了，黄架是局部破坏。8月20拆除了后，相关民众依然无放弃抗争行动，恐惊会阁继续。记者综合报道。讲到高雄的桃园山区，这个交通受到阻碍到今已经超过2礼拜外了。公路单位这2天是赶紧开放这个民众来通行，让这个名单内的民众会当经过到南环公路对梅山口到台东去遐买物资。本地是因为讲有民众身体不爽快，急要去互医生看，走一段路就顺线采买物资回来啊。长长的车顶伫南园公路梅山口等8点1个到，准时通车。由公路单位派车前后介护，互居民去台东采买物资。采前导后位的方式来做一个导引车辆来通行美山到向阳这一个路段。虽然有提前去空投物资，不过雅士饲料车的物品也是欠缺。正开放民众行南园公路，有部落民众前一天就开始整理欠缺的品项。调30台车，开放迄天透早就开车去台东关山采买物件，再搁等去部落。肉类啊，好，沙拉油。好，今天跟谁一起下山？
台东这边原来有花东布农族人准备好卫生纸，是要等桃园山区的族人来载。不过虽然8月20开放通过，正式暗其实都有60岁户型里面，因为身体无拄好，卫生纸评估了后建议送出去，所以因为直升机无法度载运，改行南回公路。条例内底2礼拜无法度出去，市政府顾问高中德认为讲梅山到台东向阳管制站虽然敢若49公里，不过为管制站到关山也是地上，当一抓都要2点钟。民众买完都要搁开2点钟，才有法度转来向阳管制站。若做要赶上班的下晡2点，时间真紧迫，嘛增加路停的风险。在30分钟内购买东西完之后，要马上开快车跑到那个向阳管制站，要不然的话就会没办法进入到部落了。一直持续开放，要不然这边有一些大医院的回诊的人数也是蛮多的。公路单位表示，南回公路目前开放高雄梅山口往回台东向阳，8月22日2天1天3个时段。也过考虑到开车时间、上班通行的时间会延长1点钟，民众赶袂赴，原来开放林务局台东的山寮免费回段，希望保障民众行车安全。记者综合报道。讲到9月初1，高中以下就特别开学咯。台北市有规划几种教学模式，会看疫情的程度，看是要用线顶的，也是到学校来上课。而且这班级内面，若准有一个学生囡仔确诊，全班拢爱停课居家隔离。12岁以下囡仔就要有一名照顾者陪伴做伙隔离。面对着Delta变种病毒，新北市长侯友宜也下令讲，带病入境的人拢爱采检2届了后，而且是阴性的才会当出院。9月初1，全国高中以下学校开学，学生囡仔倒来校园上课。因为防疫，台北市政府严格对待。市长关文哲公布多元弹性教学模式，佮讲依照目前疫情的状况，原则上唔免线顶现场分流。不过，若是疫情有变化，都要有无同的因应方式。虽然我们是到学校上课为主，你知道吗？原则上我们会开始每一个礼拜半天或2个礼拜1天呢我们还是要练习一下远距线上教学的技术。平常有练习，你知道万一真的要远距教学，也不至于手忙脚乱了台北市政府依照疫情简介顶级规划教学模式，若是简介3级好好听课，都用线顶教学；若是简介2级至3级有条件复课，除了远距离上课，嘛会当分组到学校。若是疫情搁转好降到1级，落来学校上课。无来学校上课的学生囡仔是用线顶自主学习；若是体育课是以骹球电竞未吸到身躯的课程为主。不过，若是班级有一个学生囡仔确诊，全班不但爱停课，也必须一人一间的居家隔离。若是做袂到，就必须带去防疫旅馆，还是集中检疫所。不过，对12岁以下学生囡仔来讲，恐惊有困难。12岁以下的学生，在小学阶段到幼儿园等等，那这些的话呢，必须要有照顾者按照儿少法的规定，我们是希望说这个照顾者以打过疫苗的。来尽量以打过疫苗的优先。过去1礼拜，台湾的境外移入个案有12个是Delta病毒，和新北市长侯友宜下令，境外确诊者住院，一律爱采检2届阴性才会使出院。新北市的医院，从境外进来的阳性确诊个案，在基因定序还没有出来之前，都视同Delta病毒。必须采检2次都是阴性，才可以出院。因应着开学，新北市原来投入9500万的经费，协助363间公私立高中职，也甲各中小来购买着快筛试剂、喙暗酒精这防疫物资，全力防止新冠病毒。记者综合报道。9月初1，学校就特别开学啊！目前高雄的学校拢正在准备防疫物资，亲像是学生囡仔食到爱用的假棒，学校是3钱买。另外，还有一寡老师是还未注疫苗，高雄市政府嘛决定讲提供这寡老师头一摆公费快筛服务。阁有10天就要开学啊！这阵啊，老师拢咧无用开学的准备，亲像喙暗、酒精甲消毒水，这假棒嘛是透过朋友才买到的。隔板啊，开学以后要安怎保持迄个社交距离啊，这拢爱是阮爱去讨论开会。局里也给我们了一些紧急采购的一些方便性。那另外就是说，当然厂商朋友也很支持学校，所以就特别为前进国小留了930份。
前金国小900位学生的假榜已经传好势，不过真侪大型的学校，亲像五福国中，已经甲厂商落定，还未出货。目前高雄市阁有一成的老师还未注意封车，这是上大的问题。所以市府宣布，注册还未满14天的，阁有还未注册的老师，教育局提供第100公费快筛。这个快筛剂的第一个钱是阮公费。公费这个部分应该对大家较安心啦。若准有特殊的原因，伊若无注着疫苗的，才会新生，这将来较搁含，阮搁会搁含教育局来协调，看要安怎解决这个问题。高雄市大课甲社团老师最近嘛开始做，开学进前全市的学校会大消毒，希望囡仔老师安心回来上课。记者邓亚文、罗伟做高雄报道。咱继续带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讲到阿富汗首都的喀布尔机场，过去这5天以来已经撤离超过18000人，而且这2天也阁有6000几个人是这个外国军队准备要离开。伫咧阿富汗的边界也出现真侪人，人道团体就伫咧讲，到年底恐惊出现上100万人的难民潮。极端宗教武装团体塔利班进行在伫记者会，以文明的态度、理性的口气讲话事后来算账，未对任何人采取报复行动。英国联合国掌握的机密文件确实显示，塔利班已经根据手中的通敌者恶名单，大家逐号要甲捌伫的北约部队，也佮有阿富汗政府工作过人切出。文件内容讲，这人若是无主动来自首，塔利班就因厝内底人来代替，你甲因抓起来，也佮有审问处罚因厝内底人。种种事态显示，外国政府人员的撤离工作已经非常紧迫。北约官员20指出，过去5天已经对喀布尔机场撤离超过18000人，这2天也包含外国军队翻译在内，为数6000人左右的人员等待要离境。有5摆6速度也加紧，加私运数量增加到1倍。另外，无身份、无外国的关系，相关真惊吓，赶紧要走离开塔利班掌控的普通的百姓，真侪人出现在边界地带。阿富汗同欧巴基斯坦的关口查曼检所在，第19就出现4个拢是人的这情形。کندهار سره روان سوي رالو الته د جنگو د دیو دغه د عذابو سره روان درته پاکستان ته راوړو پر لارې عذابونه د کسې د جنجالونه د لاره بنده د سخته د شناخته کارډونه در ساخه او ستړیا ډیره ده。欧洲的人道团体烦恼讲，情况若是继续恶化落去，有过年底恐惊出现上100万人的难民。2015年凄惨的情形会阁出现。中亚同往欧洲的要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9首先发难，讲土耳其毋是欧洲的难民的仓库，爱欧洲国家爱负责任，也讲若是有必要，也甲塔利班就共同议题来展开讨论。Türkiye'nin Avrupa'nın mülteci ambarı olmak gibi bir görevi, sorumluluğu, mecburiyeti de yoktur. Biz ülke olarak sınırlarımızı güçlü bir şekilde kapattıktan ve mevcut düzensiz göçmenleri 以脱离英国独立纪念为理由，拿着黑色、红色、青色3色国旗，行上街路抗议塔利班的活动。连续第2天在阿富汗境内几内城市出现，喀布尔活动遭到塔利班开枪，是不是有人员伤亡，也佫唔知影。另外一方面，长期甲北约盟军合作，势力范围在喀布尔北方庞吉夏山谷的反塔利班势力，北方联盟派出由前阿富汗驻英国大使，也佫有无同的军阀派系所组成的代表团到巴基斯坦，甲政治军事的领袖会面。因19在伊斯兰马巴德召开记者会，警告塔利班是无度存活，提议阿富汗应该调组大联合政府。北方联盟的创始人庞吉夏雄狮老马苏德后生小马苏德18在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对抗塔利班的圣战即阵开始，严格阮需要斗3天的文章，呼吁美国提供军事武器，支援因进行长期的战斗。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美国对阿富汗撤军，阿富汗的政权也互塔利班摕到啊！真侪人也拢质疑讲，美国对阿富汗是虚情假爱。美国总统拜登接受访问的时阵，也讲到阿富汗甲台湾是无共款的，也强调美国一定会照拼照行，也明确表态，美国会协助等台湾来进行防卫。但台湾政府除了表示感谢以外，也有专家认为讲，这代表美国对台战略是愈来愈清楚啊。美国为阿富汗撤军，混乱局势引起外界质疑。美国对盟友的承诺唔通相信。
美国广播公司专访总统拜登时就问到，中国救出甲台湾讲美国无可靠，拜登也第一摆回应，伊表示中国无安尼讲才奇怪。不过，阿富汗甲台湾、南韩甲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有根本上的差别。美国做出协议是要阻止歹人对因做出歹代志，强调美国信守承诺。佮讲到依照北约条约，美国会做出回应。对日本、南韩甲台湾也同款，这是拜登就任以来对防卫台湾做出上清楚的表态。We urge Beijing, as we have before, to cease its military, diplomatic, economic pressure against Taiwan, and instead to engage in meaningful dialogue. We do have an abiding interest in peace and secur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美国国务院也表示，因为一中政策甲台湾关系法的一贯支持台湾立场，重视台海和平稳定。白宫国安安全顾问苏利文进前才宣布弃台论，即马拜登面下回应捍卫台湾，外交部甲总统府拢表示诚心的感谢。外交部我们诚挚感谢拜登总统以及美国政府再度明确重申对台湾的安全承诺。我国政府将持续提升自我的防卫能力。这摆拜登阁将台湾甲北约承诺相提并论，虽然无讲到美国是毋是以军事干预方式保护台湾，不过已经引起讨论。台湾问题专家格莱伊认为，拜登明显讲不会，不过有专家认为，这是代表拜登对台政策已经转向战略清楚。他虽然没有写在官方的政策的文书里面。可是透过这种wording语言，已经表达出来，就是对台湾的承诺，所以我们才会把它界定成是一种的那个建设性的一种清晰。苏清芬认为，美国为阿富汗撤军也是明显释出信号，未来会将重心为中亚转向印太地区。即马美国官员真侪摆对台湾问题表态，也是借此警告中国，美国重视台湾战略价值，唔通轻举妄动。记者综合报道。马来西亚现任的副首相沙比里今仔伫马来西亚领袖任命之下，成做马来西亚的新任首相。马来西亚前任的首相部尤丁因为对抗疫情无才调，伫咧16来辞掉职务。根据着外国媒体上新的消息指出，马来西亚上悬的元首，也就是苏丹，已经任命现任的副首相沙比里接下首相这个职务。61岁沙比里伫咧222席的国会当中，摕到114票，险险来通过过半，也是马来西亚自从2018年选举以来上任的第3位首相。讲到西非国家象牙海岸最近出现可能是第2例伊波拉病毒，当地政府也当咧甲这接触者隔离，也甲民众注意风险。另外，伫咧隔壁的几内亚共和国也出现头一例马堡病毒，造成1个人死亡。西非国家象牙海岸出现疑似第2类确诊伊波拉病毒患者，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已经伫48点钟内确认所有接触者，目前还未传出有人死亡。Aujourd'hui, nous avons démarré la vaccination depuis hier et nous comptons atteindre d'ici dans les prochains jours 2000 personnes contacts qui sont donc des gens qui ont voyagé ou ceux qui ont voyagé et qui se sont mis en contact avec d'autres populations. 这是象牙海岸境内25年来第一摆有伊波拉病例，14出现第1例确诊者是一名来自隔壁国几内亚18岁女性，透过陆运入境，目前要伫加护病房治疗。即马佫爆发第2例疑似病例，当局唔敢大意，紧急启动大规模疫苗计划。The case of Marburg reported in Guinea is the first such case to be reported in West Africa. 几内亚共和国在今年6月宣布终结伊波拉疫情，有12人死亡。不过世卫组织伫进前证实，当地出现甲伊波拉病毒同款的马堡病毒，有高度传染性，会造成出血热、致死率是8成，也无药物用治疗，可能透过支持性疗法增加存活率。There have now been more than 7.3 million cases on the African continent, and 184,000 people sadly have lost their lives. After several weeks of steep increases, we are now starting to see a leveling off of the third wave on the continent taken as a whole. 新冠疫情伫非洲继续滚加，不过目前注疫苗进度正慢，总人口13亿，疫苗注射率不到2%。COVAX 关的数量无法度对上，好其国家继续咧注第3期加吨疫苗乱象，和非洲面对真侪困难挑战。公视新闻王碧文编译。
一项叫做台湾电影教父的国宝级导演李行，伫8月19暗时往生。在生的时阵，伊唔但得到3座金马奖最佳导演的奖项，也得到终身成就奖。伊侪作品也拢使人真怀念。以顺坡农村为背景，讲出养爸甲查某囝亲情。电影《饲鸭人家》在1965年上映，大受欢迎，更加得到金马奖侪项大奖。用对后壁讲台的手法，讲到主角为安怎的杀人，到最终觉悟的过程。电影《秋决》探讨生命伦理观，也得到金马奖。无爱功臣，拢甲导演李行有关系。做马拉松的赛程的这种精神来做电影，马拉松的精神就是从头跑到尾。我们中途可能落后了，不要慌，重要的是你从头要一口气慢慢的能跑到终点，电影就有希望。国宝级的导演李行做电影过10年，对早期的《王国六国》由台湾开始，推出真侪真好的作品，为台湾的电影史留下真侪纪录。譬如琼瑶的蔡魂辉、心有千千结这作品改拍做电影，和琼瑶作品真流行，也和真顶林凤娇这演员拢红起来。其中就是《饲鸭人家》、《秋决》、欧阳中的一只船，可以3摆得到金马奖最佳导演奖，1995年获颁终身成就奖。说他是台湾的电影教父，一点都不为过。在他创作的高峰时期，他所拍摄的电影每部都卖座，都可以呢创造很多讨论的风潮。当他隐身幕后的时候，他扮演着提携后代的那样子一个导师的角色。除了代表作品以外，李行在做金马奖执委会头一任的主席了后进行改革，和金马奖将做华语片上有影响力的奖项之一。更加推动两岸的电影交流。2019年，中国金鸡奖选甲金马奖同一天举办，也直接批评。只要在同一天举办金鸡奖的时候，你会觉得不自量力的这个评论是他振聋发聩的一个历史的一个宏大的一个声音。就算已经90岁啊，李行对着华语电影的发扬一直真用心。这阵传出伊在8月19暗时来过身，享受91岁。也是听中心董事长那祖伟表示，李行是新会上团的团新人，更加是台湾电影的开拓者。虽然已经过身啊，也不过留来作品甲风范会继续留存。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戏剧《斯卡罗》内面，也演出的查马克，伊甲规世人的心血拢献予台湾文化。不过第19却因为癌症来过身，伊后生乐可爱今仔日穿着台湾的传统服饰，去领总统教育奖。伊也讲这份光荣被献予伊的老爸。贵总统串门手中接过奖座，来自屏东太保乡太保国小的乐可爱法拉乌勒，穿台湾族传统的衫，领取总统教育奖，并将荣耀献予伊爸爸查马克法拉乌勒。查马克伫斯卡罗演大骨头倒基督，演技受观众肯定。说伫抗癌1年了后，19过身，无法度参加后生颁奖典礼，享年42岁。亲人希望乐可爱用上美好的心情，接爸爸上期台这个奖。的共荣、共存、分享、分担、分忧的这样的一个概念之下，能够一起为这片土地做努力的那个左旗独，我希望能够把这样的一个精神能够去传递给更多的人，更多在这片土地上面成长的台湾人、成长的台湾族人、成长的原住民。为什么大型演出斯卡罗？查马克表示，生命会影响生命，伊想要将倒基督的精神传予更较侪人。查马克一生得到文化复兴，捌得到书读奖，当年指导学生木雕，得到全国原住民木雕首奖，也亲自报道采集台湾族古谣，发扬传唱台湾文化，2摆得到金曲奖。对伊的过身，伊学生拢感觉真唔甘。要老师放心啊，像我们都长大了，然后未来的路或者我们未来的计划，然后我们就会帮他一起去完成。他最为人所知的就是他带领古谣传唱队登上国际的舞台，也改变了我们台湾合唱的一个方式。查马克推动保存传统文化，加推动民族教育。伊太太表示，查马克行甲真安详，对后生得到总统教育奖，会将奖座放伫灵堂，加做上明显的装饰。亲友的第一次是举办个别弥撒。记者综合报道。
咱无法度决定生命的长度，不过会当决定的是生命的宽度。清华大学有一位学生叫做李欣田，高中的时阵得到骨癌，经过13摆手术，大学2年的时阵甲倒骹锯掉，不过伊并无来失智。住院的时阵，唔拿申请管距离授课，佮甲家己锯骹的心情写落来，摕到文会奖的大专社会组第1名。伫咧今年，伊嘛受到总统教育奖的肯定。幼秀的面貌，佮加上甜蜜的笑容。虽然讲因为着癌失去了倒骹，不过伊李新田依然乐观面对，把家己的故事写出来，唔但摕到文会奖大专社会组第1名，佮受颁今年的总统教育奖。这些年来体悟最深的就是，现在看起来很糟的事都不一定是很糟的，那最后可能都会是一个 a blessing in disguise， 可能生命会自己找到出路的。另外一位前埔的咧走运动店的老友伟，细汉时因为破病，视力变0.03，虽然读册比别人较吃力，不过伊唔但成绩优秀，佮在全国身心障碍运动会摕到真好的成绩。在学习上，除了需要仰赖各种的放大软体，还有放大纸本之外，我还需要花比别人更多的时间。这届清华大学特别颁奖。和包括李新田以及老友伟等等的17名学生，也希望借因的故事鼓励大家珍惜生命。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但讲愈在地愈国际，基隆二新高中的学生用在地景观做出发点，设计出一套视觉作品，加一碗讲环保的泡面，得到德国红点设计奖青少年组的奖项。另外，今年台湾文博馆、华联馆的展览作品也去参加，也得奖，咱做伙来看卖。拍开泡面，详细看是规卷的希望废弃物。基隆二新今年拄毕业的5个广告设计系学生囡仔，改良毕业展的创作雕绘，参展德国红点设计奖，得到青年组品牌甲团队设计类红点奖。废弃物的话，可能会是一些小卷的那种概念做结合，然后这是一个反讽，让大家更多人可以知道这样子一个议题。学生囡仔以校园附近的正滨渔港彩虹厝的特色景点，做视觉设计的创作灵感。设想基隆另有一座文创的村庄，因会开发出多一寡地图指南、美食简介，也甲有实力的文宣商品嘞。那其实最后可以得奖，其实我们真的觉得非常的高兴，因为德国的红点设计奖应该是俗称设计界的奥斯卡奖。其实一般的高中生所做出来的设计的质感，其实还是远远的不够大学生或业界，不管在色彩或者是在设计的文字的编排，其实很多业界的设计师看到他们的作品都非常的惊叹。那基隆学生囡仔品牌设计徛真国际，以七星潭、石头甲无路用的大理石，将花莲美丽一面表现在2021台湾文博会的动态展览。我有报名参加，也得到红点最佳设计奖。我们用了装置艺术，然后声响艺术跟灯光艺术等等的元素，所以它整个体验是一个有点剧场式的体验。所以你走进展场，你不需要太多文字的说明啊，或是导览人员的解释，你就可以感受到那个大地的力量。德国红点设计奖是设计界指标竞赛，台湾得奖的实力真坚强。为高中生到学界团队拢传出好消息，地方县市的一寡特别个性，透过设计，互国际看会到。记者综合报道。进前国内疫情当咧严重的时阵，境外学生入境专案先来暂停，有真侪无居留性的境外生是无法度入来台湾读册的。甚至教育部要送新的入境专案予指挥中心，不过目前还佫当咧讨论。境外生权益团体今仔日来到教育部外口来召开记者会，讲这个境外生的专案听说伤过麻烦，希望会当来改善。打出家己做的登记证，顶悬收集无法度入境的境外生心声。前一阵疫情严重，境外生的专案入境是暂停，造成无居留证的中国学生、境外新生等等要入来台湾是真无简单。已经把我们境外生的专案入境专案，在8月12号。已经送到 CECC。基本上要开放这个方向是已经定了。那但是有相关的细节，大家还要把它谈妥来。虽然指挥中心讲要开放，不过境外生权益小组指出，专案入境有一寡程序要经过学校、教育部2摆的查检，因认为经过2摆的过程，时间会久甲收过头长。他要
要订这个防疫旅馆，跟学校报备，然后学校要再跟教育部那边做一轮入境批文的许可。那我们其实希望说，教育部可以尽量将这个责任的归属给予学校，让学校进行这样的查核。那教育部其实只要做一个抽查和监督的职位就可以了。申请手续的话，就根据我们的一个相关的边境的一个管制那都有一定的一个程序。那至于在学校里面相关的程序，那可能就是教育部做相关的规定。教育部讲，相关的规定是爱看国内外疫情发展，也有国内防疫能力来订定。专案入境定数因为Delta病毒的关系，指挥中心嘛有较要求。专案要做修改，爱考量的角度是真多。记者郭北君、陈派文台北报道。人讲食到药是青草一叶，食唔到药是人松一招。政府要推行5倍券，希望会当甲观光产业斗3工。不过受到疫情影响，真侪国际观光饭店抑搁伫咧减少排班，要来度时机。国内金华酒店董事长潘书亮就讲，今年是比去年搁较严重，就亲像去放弃的2度重症病人，进行关就亲像做疫苗共款，对这当成是无效果的。大庭员工伫饭店大门口进行中元普渡拜拜，伊拢是台北华国饭店的员工，今年实在真歹过，受到疫情影响，饭店营收差真侪，即摆传出要暂停营业。伫饭店服务超过30年的老员工讲，伊已经退休过一届，即摆是转来做临时员工，无想到拄到头家要休业，感觉真甘。对啊，可惜啊，一直做已经30年了，没有离开。像我年纪已经这么大，可能就退休了。饭店业者坦白讲，受到疫情影响，营收落伤济。要甲地主台湾人寿提出免租、降租，也是万交这个方案，不过双方无达成共识，最后是同意伫今年底提早解除租约。另外，国内饭店业精华集团20早起举行股东会，报告集团去年营收，去年受到疫情的冲击，税后收益差不多7.3亿，减少4%。董事长潘书亮是讲，即马国际观光产业都好亲像当前病人共款，需要政府救，安尼无就算袂走散，恐惊嘛敢来当冻1-2年。卖掉我们的达美乐披萨了，所以我们会有10几亿的现金入账。那我是当初是有最坏的打算啦，就是可以撑个1-2年。根据观光局的统计，截至今年7月底，观光旅馆1间停业，新设1间，总间数124间。若是一般的旅馆停业57间，休业55间，新设46间，总间数是3376间。业者表示，国际观光饭店平时拢无人，包括金华在内，所有国际观光饭店也搁伫咧减薪减班，需要立刻薪资补助才会纾困。记者综合报道。拄则有讲到政府要推行5倍券，咁真正是新鲜难救无命客咧。讲到咧疫情致使到饭店业者歹经营，超过50年的台北华国饭店，因为袂堪疫情升长，宣布伫咧10月底进前要来转型，干那做餐厅的部分。不过这2年也有日本的饭店上准疫情过后的商机要来台湾投资，打算甲台湾成做重要的海外发展据点，对台湾的观光市场有一定的信心。优雅古典，才有欧洲风格装潢，加上是台北市正罕见，天井有吊悬到12楼。这是台北市经营超过半世纪的华国大饭店。20传出因为挡袂过疫情，加上配合市府老建物更新计划，打算10月底关门转型。因为现在的这个观光饭店业其实不是那么好经营，我们也在看，就是未来1年的状况，看起来好像不太有复苏的机会，所以这就是一个趁机转型，那先以餐饮为主，那进可攻退可守。华国饭店表示，因出名的广东菜甲韩亚料理，未来会刷出来伫咧中山区经营。因来2023年也会引进智慧机器人伫咧树林起新的饭店。疫情致使饭店业者退场，不过这2年也有日本的饭店上准后疫情商机入来，包括去年8月份进驻台北忠孝东路的蜜珠意花园饭店，含资本是6福皇宫关门了后，由日本集团接手的 JR 东日本大饭店，打算8月23正式营运。因拢是以日本料理、浸温泉、甲日本式的服务为主，房价差不多3000起跳。日本人来台湾呢，其实首选住的地方就是家己的饭店。哈，有日本，譬如说他们有一些航空公司，有一些观光的产业、旅行业，
他们是一条龙的。日本人嘛爱去较有一个文化，较热情、较友善的国家，而且日本跟台湾的友谊非常的好啦吼。学者表示，日本因为民族性、处事一向真谨慎，会选台湾当做日本系饭店投资的据点，也是综合国内外趋势甲长期的发展，可见对台湾观光市场有一定的信心。记者闵振林、徐凯台北报道。现代社会伫咧变化，查甫是病悬病大。大法官今仔针对着家乐福等公司所提出的限制女性劳工夜间工作案做出解说，认为劳基法内面所规定的女性劳工袂当伫咧半暝啊上班是违反性别平等的，宣告讲这是违反宪法的。袂定员工赶紧来揭晓，尤其拄到民众伫抢买卫生纸这物件时阵是更加无用，有当时甚至爱暗时来进货补货。严格劳基法49条之一规定，头家袂使互女性伫暗时10点到过工的早时6点工作。抑阮若是头家经过工会，也是劳资会议的同意，并且提供必要安全卫生设施等，都无伫即个限制之内。亲像家乐福公司认为这违反性别平等，声称宪法解说，大法官认同20宣告违宪。伦理性别角色的窠臼，违反宪法第7条保障性别平等的意旨，应该自本解释公布之日起失其效力。那因此这个部分它就会回到这个男女平等的基础、性别平等的基础，那也同时也回到这个契约自由请求的部分，然后得到大法官的同意，所以我们是其实非常感谢的。那家乐福公司提起宪法解说，华航夜食馆对着女性空服员暗时的服群提起宪法解说。因为近年来国际外向男女平等，不过女性团体认为讲，女性伫暗时工作也是要有一定的保障的条件。如果完全拿掉的话，那是不是会让不能拒绝的女性劳工会觉得说她没有无以为继？夜间工作这个例外，应该要被看到哦。那不应该把这个例外常态化哦。由女性伫暗时工作都要牵涉到两性的平等，也有工会介入女性劳动权的概念，也有女性趁这个暗时的津贴，这实际问题。女性团体认为讲，两者中间存在真大的两难。虽然大法官宣告违宪，也不过企业甲工会依然要好好来协商，找出平衡点。记者综合报道。因为疫情的关系，卫福部放令视讯含电话门诊的限制。即阵疫情有较稳定啊，视讯门诊的时间就到9月底先来暂停。不过卫生认为讲，这项服务对行动无方便的来讲是真好的政策。就目前的经验，会当互未来规划有搁较侪实际案例，挺好参考。手机试开，电话卡通就开始门诊。疫情期间开放视讯门诊，降低患病风险。其实毋若是防疫，对日本在大偏远地区，也是独居、行动不便，也阁有出外人来讲，视讯门诊是真利便的政策。固定一段时间，就是爱回诊去摕药啊，用视讯的是加足方便的啦。对患者来讲，是足安全的，是足好的啦吼。比如说他去远的地方旅行，有时候他忽然需要一些医疗服务的话，有时候他当地他没有办法马上找到，但是假如他有一个信任的医生，他可以马上咨询看诊是好的。台大病院伫2009年就成立晚距离照护中心，申请通讯诊疗，但是医师并袂使开药啊，属于卫教咨询、健康照护。医师陈英宪认为，这边因为疫情开放通讯诊疗是一摆真好的经验。我相信经过这一次疫情的状况，那许多医院，包括台大医院跟其他的医疗院所呢，对于这个通讯诊查的整个过程有了初步的经验。这个对于未来整个规定上的松绑，其实都是有帮助的。陈英宪嘛讲到，为着避免医疗纠纷，法规参配套措施嘛要准备齐全。卫福部表示，目前一般民众的视讯门诊开放到9月底，未来相关的政策也搁咧规划讨论。记者杨淑静、张水、谢桂林采访报道。嘉义布袋戏面第20参加嘉义县政府所举办的放戏仔活动，这届放的戏仔有风头甲五仔戏这2种。县政府嘛强调讲，放戏仔是依护海洋资源的方法之一，不过是袂当私底下举办，才要依法申请的。戏仔要顺序推到入去戏港内底，
20载时，布袋民间团体配合县政府举办鱼仔放流，希望社会重视海洋资源的问题。放板桃啊，跟一些小石斑来讲的话，让大海能生生不息。而且每年的话，我们的白海豚都需要吃板桃啊，它才能够继续存活下来。你让白海豚没有食物的话，就是说它已经就会离开我们在的地方。这个放流的鱼仔有10万尾，县政府表示，渔业资源受气候甲环境的破坏，佮加上渔业技术的进步，所以资源是愈来愈少。透过放流鱼仔是增加渔业资源上直接的方法之一。那鱼啊，钓完有无吼，后一地人就无鱼怎好钓啊？啊，甲资源然后同伙一地人啊。放流的鱼苗有2种哈，那一种就是我们的四丝马拔啊，我们俗称叫做蚵啊，另外一种是黄鳍鲷啊，那就是我们俗称的邦桃。农业处指出，鱼仔放流就向政府申请才会当举办，针对放流的鱼种甲地点嘛，拢有规定，若无，颠倒可能会破坏海洋生态甲环境。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北部地区对25度到35度，中部地区对25度到33度。南部地区对25度到33度，东部地区对25度到32度。再来看外岛地区，对27度到31度。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